屏东蚵仔床的生产季节过来咯，台南知名饭店甲屏东东港区协会合作，甲一尾价值20万、177公斤的蚵仔床直接送到台南，并伫咧现场现台，会当看到师傅熟练的刀工，将蚵仔床的各个部位处理好势了后，做成美味的沙西米，提供予人客品尝。我们提供野生的北方黑尾，给台南复兴饭店做一个选择。民众不仅可以在台南这边享用当地的黑尾鱼料理，也可以到我们东港的黑尾鱼专区里面去走走看看。这边还有推出我们自己的伴手礼，就是我们的旗鱼松跟我们东港三宝的樱花虾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特别给复兴饭店的一个优惠的合作价。那有兴趣的台南民众可以到我们台南复兴饭店这边做订购。即马食蚵仔床正着时，饭店也推出上市蚵床柜，除了会当用平价介绍食到上市的沙西米，另外伫总铺师的精心料理之下，放出6道非常有创意的中式料理。台南复兴大饭店与东港区渔会，即日起到6月30号推出极鲜鲔鱼季。让消费者可以感受到美食零时差的鲔鱼飨宴，是鱼下巴做成的鱼战斧，以及我们的汕头潮汕的海鲜鱼火锅。那呢，小资家庭来呢也有单点的风沙鱼球、鱼球堡等等的料理。可以在视觉跟味觉上有双重的一个飨宴。饭店无少档主将屏东蚵仔床直接送到台南，除了要呈现上好的品质，目的就是爱护台南的消费者得到好的美食飨宴。东港区协会也希望大家会当多多支持上市的蚵仔床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